第7題。好，呢一題咧，好明顯就係考學生咧牛頓嘅第3定律嘅。好啦，咁啊睇翻個圖啦，咁啊有3個力。好啦，首先 F1 係代表方塊嘅重量 ，F2 就係講緊方塊對桌面施加嘅力啦，而 F3咧就係咧桌面對方塊所施嘅力。好啦，就問以下3點正唔正確？好，第一點 ，F1 同 F2 係咪代表同一個力咧？嗱，留意 F1咧其實係講緊呢個方塊嘅重量，而 F2咧係講緊方塊施加於台面嘅力，咁所以咧兩個唔係同一個力嚟嘅，所以一點係錯啦。第二點 ，F1 和 F3互相平衡。我哋見到 F1咧同 F3咧都係施加於喺方塊嘅力嘅，咁呢兩個力咧係互相平衡，令到咧呢件物件咧保持一個靜止嘅狀態嘅，所以一個啱嘅。第3點 ，F2 同 F3組成咗一對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。好啦，留意啦，咁你要成為作用力同反作用力咧，必須符合3個條件。咁啊，第一個咧就係方向相反啦，數值相同啦，作用喺唔同嘅物體上。咁我哋睇翻啦 ，F2 同 F3都係個數值相同，而且方向大家見到相反啦。